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个组织做回来学了敬拜上帝。特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遍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听你真理的话。阮即时恳求你赐落真理的心，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你的同在，阮也恳求真理的圣神，开阮属灵的耳孔，通互主咧对阮讲话时，互阮会当听得明白，互阮时时刻刻拢会当听到来自圣神奇妙的提醒。阮也恳求真理的圣神，开阮的心肝。互阮会当对主的话中间明白主的心意，遵行主的旨意，互主的话成做阮人生唯一的信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圣乐主日，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学了上帝这个主题。咱台湾人有一个我观察到的，感觉一个毛病，就是咱真少去大人学了，学了好亲像伫传统的台湾人的家庭，真罕得看见。咱大多数的人拢毋是伫一个被学了的环境顶面长大的。安尼年久月深吼，咱会感觉讲无学了是一种习惯，可能。咱嘛家己无去意识到讲，咱真少去学了别人。咱毋相信，我来请教吼，咱在座吼，咱的先生吼，咱有偌久无学了过咱的太太，吼？咱太太偌久无去学先生学了着，吼？我今仔毋是要破坏大家家庭啦，吼。只是讲，咱会当时常去思考这个问题，咱确实无将学了当作是咱生活一部分。咱知影，伫生活中间欠缺学了，会互人甲人中间产生疏离，甚至若常常伫一个去往好定的环境顶面长大的人，伊人生会感觉真暗淡。但是若倒边来看，咱若常常伫一个学了的环境顶面生存吼，咱的生命会真丰富。所以因为咱无习惯去学了，即款的问题吼，咱带来教会的敬拜中间吼，就产生真大的问题。因为咱来到教会，上较主要就是要敬拜学了上帝，所以对伫一个罕得学了，袂晓去学了的人，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咱今仔日就来面对这个主题，学习安怎学了上帝。咱首先来看啥物是学了吼。咱若去便利店，学了的定义就是讲称颂别人的好处，也是讲美德。所以对安尼来看吼，学了上帝，咱能包含两方面。第一，就是直接对上帝的学了，咱伫礼拜中间透过诗歌、透过祈祷来学了上帝。另外一方面就是间接对人去学了咱的上帝，互人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伊的本性。学了有两个真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学了必须要表现出来，就是讲，咱若对别人，咱感受到别人表现了真好的时阵吼，咱就爱表现出来，因为咱学了的时阵，若无去用听去，也是讲去用感觉到，安尼无算作是学了。如果咱若感觉咱的朋友、咱的师婿、咱的亲人表现了真好的时阵，咱的学了一定要互因感受会到，这是学了的第一个特性。我毋知影大家吼，到去运动场，也是讲人咧比赛野球吼，去看现场的比赛。咱若去现场，咱拢会感染到迄个气氛吼。我有一遍甲我的囡仔做伙去看棒球吼，咱有支持某一队嘛吼。当即队的迄个队员也是讲即队伍表现了真好的时阵吼，咱拢大声话吼，
迄人咧看球赛的人，就是拢真激动嘛吼，拢会摕迄个加油棒啊、拉拉棒，喊大声喊到拢烧声吼，嘛继续咧喊。咱去看球赛吼，足少看到讲有个人足冷静的吼，看到人表现了真好，伊咧拍袂歹，今日袂歹安尼。无安尼啊，大家拢是咧大声喊，甚至手拢举起来，吼，迄个是种投入嘛。当然有人咧讲这是咧学老人，毋是咧学老上帝。但实际上，咱来明白，只有上帝才值得咱真心去来学老。所以，咱来到圣殿敬拜上帝，当礼拜的中间有一大部分就是学老上帝，学老就是爱表现出来。圣经安尼讲吼，万民啊，恁着学老咱的上帝，互人听到，互人会得听见学老伊的声音。咱若看现代中文有本是翻译做万民啊，爱称颂阮的上帝，愿上赞伊的声音传遍四方。意思讲，咱学老爱大声甲啦，互别人拢听到，互咱的厝边拢听到，拢感受到咱的学老上帝的声音，爱表现出来。第二，学老吼爱用对的方式。咱咧学老人的时阵，毋是讲家己靠家己的感觉去学老。咱爱用别人会当接受的方式，诚心诚意去学老。譬如讲，我的囡仔表现了真好，我做这囡仔的老爸，我要来学老吼。我袂当讲母心母气啊，恁徛咧吼，徛直直咯，爸爸唱一首歌来学老吼。安尼伊定感觉讲这老爸可能破病啊吼。所以，咱咧敬拜上帝，咧学老上帝吼，咱爱用上帝的方式。上帝方式是啥物？是咱对圣经中间会当参考圣经中间所写的原则去学老上帝。所以等下咱会来分享圣经中间安怎去学老上帝。但是咱首先先来看，为什么要学老上帝？今日顺便甲大家分享5个学老上帝为什么要学老上帝的原因。第一项，就是学老是一种得到福气的命令。咱看今日所读的经文，诗篇100篇的第1节甲第2节，伊讲普天的啊，爱上主欢呼，爱欢欢喜喜敬拜伊，爱唱学老诗歌到伊的面前。咱来了解这句哈，伫原文的中间是一个命令句，命令句，就是讲伊是一个命令啦。所以咱就知影讲，学老上帝是一种命令，是上帝对咱的一种命令。刚才咱会问讲，上帝为什么要命令咱学老伊？其实咱来理解吼，上帝命令咱的代志，就是咱应该爱做的代志。咱毋通掠做讲，咱若无学老上帝，上帝失去荣耀，毋是安尼。其实咱有学老上帝无，上帝拢袂失去伊的荣耀。上帝是为着咱本身的利益。所以命令咱学老伊，为什么安尼？因为除非咱会晓真正学老上帝，若无咱无可能甲上帝保持一个合意的关系。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嘛，安尼讲爱用感谢入伊的圣殿，用学老入伊的圣所。意思讲感谢甲学老将咱带到上帝面前，甲伊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学老是一个互咱得到福气的一种命令。第二项，学老上帝是因为上帝是值得咱学老的。全世界只有上帝是配得全人类学老。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爱知影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于伊，咱是伊的子民，是牧养的羊群。爱用感谢入伊的圣殿，用学老入伊的圣所，爱感谢伊学老伊。所以这是做世人一种生命体验。伊伫生命中间感受到上帝所供应咱的是丰盛有春的。伊去体验到上帝所为咱备办的一切。伊知影上帝亲像咱的牧者同款，供应咱的一切。伊意识到上帝创造大能的作为，所以伊知影讲，只有上帝配得咱学老。诗篇的作者嘛安尼讲，耶和华本是大，
应受大恶乐。所以咱来明白，只有上帝是值得咱恶乐的，这是咱为什么爱恶乐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恶乐是件美好的代志。诗篇135篇的第5节讲：恁来恶乐耶和华，耶和华本是好，爱称颂伊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咱过去捌听过一个广告词讲：生命爱安怎浪费伫美好的代志顶面。恶乐上帝是上界美好的事。为什么？因为恶乐上帝会当带来上帝甲咱同在。咱咧读诗篇的时阵咱若读到诗篇22篇，咱会注意到一句真特别的金句伫第3节安尼讲：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恶乐做宝座。而且，伊讲上帝是用伊的百姓的恶乐做宝座的表示讲。咱咧敬拜上帝的时阵，用透过咱的恶乐，就设立一个宝座，互上帝来甲咱的中间。所以，咱任何时刻，无论是伫敬拜的时刻，还是伫讲日常生活中间，咱透过恶乐，就领受到上帝甲咱同在的迄个快乐。所以，上帝甲咱同在，咱就带来啥货？带来咱精进的能力。真侪见证，甲咱讲。伫精进的时阵，咱需要恶乐，因为恶乐会当带出能力。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历代记录下卷，咱看到一个真特别的例就是伫约沙法做王的时阵，以色列拄到真大的危机，就是当时有3个国家联合要来攻击以色列。这约沙法王真紧张，因为知影讲伊的力量无法度去面对遮尔大的对敌，所以伊就要求全国的百姓做伙来为着国家的危险来禁食祈祷。结果因有一个先知就出来传平安的信息，所以因就决定要去征战。但是在征战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特别的，就是讲，伊毋是将迄个上界精英的军队放伫上界头前。因迄个策略真特别，伊讲圣经中讲约沙法甲百姓参详了，就设立唱歌的人，俄罗亚华，而且是这唱歌的人行伫军队的头前，因唱嘛毋是军歌因是唱啥？就俄罗亚华，因为伊的主爱永远伫地。伊圣经中讲，因一唱歌了，上帝互这个来犯的对敌。就规个拢溃乱去。这是一个真美好的见证，嘛，互咱真好的提醒。咱生活中间会拄到精进的时刻，精进的时刻就是需要透过恶乐所带来快乐，才能镇压这个精进。毋干安尼，恶乐也当带来宣告的快乐。咱若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咱看见着。记载一个真水的故事，就是保罗甲西拉去到菲律宾这个所在，因为因帮助一个受鬼附身的奴才，所以受冤枉向关伫监狱中间。伫监狱中间，一般人拢是感觉真艰苦、真埋怨，但是因毋是，因唱歌恶乐上帝。结果上帝惊一个心裂，当时发生大地震，甚至迄监狱的门拢地动拢破坏去，但是因无因为安尼逃走所以这国家的这士兵因为安尼来认捌上帝因接续着建立菲律宾教会。所以咱这患难中间的这个恶乐所带来迄个快乐带来迄个宣告的快乐这是恶乐所带来的大快乐随时恶乐，时时恶乐。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学习的功课。所以接下来牧师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讲，什么时阵、什么所在爱恶乐。当然，咱拢知，就是随时每一个所在，咱拢会当恶乐。第诗篇150篇的第1节安尼讲：爱恶乐上主，爱伫伊的圣所恶乐伊，爱伫彰显伊能力的天顶恶乐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伫圣所内底爱恶乐上帝，
伫圣所外面嘛爱讹罗上帝。所以咱咧讹罗上帝，毋是讲咱来去教会吼，都敬虔去讹罗上帝尔。啊，出去外面都清清楚楚，毋是安尼。咱来明白就是讲，无论伫教会内、教会外，伫咱诶生活中间，咱拢会当讹罗上帝。讹罗无分时间地点。如果咱若常常讹罗上帝，就的确领受祝福；随时讹罗，就随时有上帝甲咱同在。咱咧做工作诶时阵，咱讹罗就将上帝邀请进入咱诶工作中间，咱诶工作就充满快乐。咱咧做计划诶时阵，咱透过先讹罗上帝，然后透过上帝帮助，咱会当将咱诶工作计划执行了真好势。这就是讹罗所带来的好处，所以随时拢会当讹罗，随时讹罗，上帝就甲咱同在。当然，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有时阵咱心情也会无好的时阵，但是无需要大家讲，敬拜讹罗上帝，毋是看咱的心情检查咱情绪无好，咱嘛爱讹罗上帝。因为讹罗是一种操练，伊毋是一种例行的公事，毋是讲咱爱做就做，无爱做就无做。讹罗无应该受咱的情绪所影响，反倒当是互讹罗影响咱的情绪，改变咱无好的情绪。咱看见着先知哈巴谷的最后一段经文，互咱真大的启示。这条经文咱拢真熟，讲咸菜无花果树，无结果子，葡萄树也无葡萄，敢若橄榄树无结橄榄，田园无产五谷，咸菜羊群拢死去，牛病嘛无牛。我犹原要因为上主欢喜，因为上帝我的救主快乐。咱来改写做咱现代的台湾版的就是安尼啦讲虽然经济无景气，头路无去，厝内米红找无米，囡仔马上要缴学费，但是我犹原要因为主来大欢喜，唱歌学乐伊。检查有会人讲这太困难了啊！伫困境中间才会学乐，这无下伫人性。但是无需要大家讲伫困境中间学乐，是互咱脱离困难上较好的方法。因为当咱伫困境中间会晓学乐的时阵咱就无去注目看遐困难，咱将咱的焦点转向上帝，咱就看去向望。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拢知影，就讲这2礼拜拢无看到无输掉无因为我伫3礼拜之前去参加一个宴会，去确诊啦。所以这2礼拜拢眯起来当然，当确诊的时阵一方面身体无啥爽快，一方面心情都郁卒的因为我是差不多是逐工拢爱来教会的人叫我爱关7天袂当出门，实在是真艰苦，佫袂当出去间房间咧无需要拢叫我袂当出去所以我实在是真艰苦。头去3天是身体较无爽快。后来身体较好势，佮自由受束缚感觉真艰苦。但是伫这艰苦中间我就伫遐思考讲，到底着面对这个事实现都袂当出去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伫这个过程中间，我爱去想讲，到底有啥物代志会当感谢？所以我伫这个过程中间，感谢上帝无互我艰苦真久尾仔佫身体情形佫袂歹佫有头脑会当思考一寡代志佫会当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困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嘛会当去看出着上帝对我的恩典所以当你将这个焦点毋是放伫你所拄着的困难的时阵，你会晓透过感谢，会当透过祈祷的时阵，你的焦点转变了，你的心情嘛转变。所以学乐是一个精神上介好的武器，伫困境中间更加需要大声学乐上帝。
因为透过学乐，咱得到能力面对咱的困境。最后这段就是要甲大家分享安怎去学乐。咱已经分享过为什么爱学乐，什么时阵爱学乐？接下咱来看安怎去学乐。拄则牧师有分享过，咱伫学乐的时阵有一个原则，就是咱毋是用家己的方式去学乐上帝，爱用上帝的方式，就是用圣经的原则来学乐上帝。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段圣经，是诗篇150篇，应该是第30到第50。咱看到做诗的人安尼讲，爱分扫角学乐伊，爱弹琴弹瑟学乐伊。爱拍鼓跳舞学乐伊，爱奏乐分箫学乐伊，爱用这应该是叫做声大的喇叭学乐伊，爱用低声的喇叭学乐伊。而且看做诗的人，伊用8种乐器，再加上跳舞，总共用9种方法来学乐上帝。而且咱看咧演奏这乐器甲跳舞的过程中间，差不多全身躯拢用着。这互咱几个真重要的提醒。第一项就是咱要安怎学乐，就是爱用整个生命去学乐。伫这段经文中，咱看见着一个学乐者，伊是用尽所有的办法，用尽所有会当用的物件，用尽所有的肢体来学乐上帝。其中稳重的，就是一种真的态度。圣经同咱讲爱安怎真心、真性、真意、真力去听主你的上帝，侍奉上帝，包含学乐上帝。所以咱来去反省，咱在学乐的时阵，不管用什么款的方式，咱要用尽咱全部的心意，用尽咱全部的气力去服侍学乐上帝。因为上帝是看咱内心的上帝，伊会看咱有真无啦。这种态度衍生出来，就是咱的内心会带来一种改变，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咱会袂记起咱家己的身份，袂记起咱家己的负担，只是为着敬拜主。咱伫圣经中间看见着，大卫要迎主约归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已经袂记家己是一个王，伊伫上帝面前只是一个罪人，只是上帝的奴仆。另外伫现代，咱知影有一个作曲家叫做韩德尔，伊要做一个神剧，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这弥赛亚伫伦敦咧公演的时阵，英国的国王乔治2世去参加。伊就是听到尾啊，咧唱哈利路亚的时阵，伊心肝有极其大感动，伊袂记起家己是一个国王，拢徛起来对这首诗歌致敬，因为伊感受到这首诗歌所表露出来，迄个耶稣是救世的君王的时阵，伊徛起来致敬。所以要传统上就是听这首诗歌，到尾啊唱哈利路亚的时阵，全体拢爱徛起来。一直到唱歌结束，所以敬拜上帝是讲，咱有一个真的态度，咱有专心去投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心肝只有一个件代志，就是讲，咱要将咱本身完全献给上帝。第二项，咱看见着这首诗歌，咱讲爱用各种无同款的方式去学乐。这互咱一个真好的信息，就是讲，咱学乐会当用无同款的方式，咱会当用咱的言语、话语去学乐上帝。有人学乐上帝，毋知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去学乐，往往一两句就结束。讲主啊，你真伟大，安尼就结束啊。其实牧师甲大家讲，咱学习用上帝的本性来学乐伊。什么是上帝的本性？就是咱看见诗篇，咱咧写讲，你爱上赞伊的大能的作为，爱上赞伊至权无上。就是依照上帝的属性来学乐伊。上帝的属性就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良善，是真理，是全能，是永远。
所以咱会当伫俄罗中间，将这上帝本性归乎上帝。讲主，你是永活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求你赐予我圣洁的心，互我也诚做圣洁。主，你是公义的上帝，你无爱一切不义，求你洗清去我所有的罪过，互我也诚做一个公义的人。咱咧学了上帝时，会当用上帝本性去学了伊，用话语来学了伊。第二，咱嘛会当常常伫教会中间用诗歌来学了伊。伫教会中间有真侪机会会当唱诗歌。咱教会音乐无论是圣诗也是所吟的这学了的诗歌，拢真水真好听。我也相信有真侪教会外的人，拢因为咱的诗歌来受吸引。所以咱咧吟诗歌的时阵咱能透过这真水的诗歌，用来灵修，用来学了。咱咧吟诗歌的时阵，爱用心来吟，毋是干那欣赏音乐。我毋知大家圣歌队还是讲咱咧诗班咧献诗的时阵，咱是安怎？其实咱甲因做伙唱，心中甲因做伙唱，将咱对上帝的学了来唱出来。咱嘛爱去详细去了解这个歌词的意涵，用心灵甲诚实来吟唱。当然，咱嘛当用祈祷来学了，因为上帝是听咱祈祷的上帝，咱应该会当用祈祷来学了上帝。咱伫诗篇中间有看到真侪的诗，拢是祈祷学了的诗，咱来运用。第四项，咱也会当用咱的肢体来学了，咱学了是照圣经的方式来学了。我嘛要将圣经中间所记载一寡肢体学了，甲大家讲。可能有一寡方式，咱较无习惯用，但是这确实是圣经所指导的方式。可能因为咱的文化甲咱传统的教示无共款，咱可能有一寡无习惯。但是如果是圣经记载，咱就应该爱来学习。如果后一遍有人带领咱、引带咱的时阵，咱就试看卖，可能就袂遐尼困难。但是牧师嘛要提醒咱，有一寡动作其实毋是遐尼重要，但是上较重要就是咱的心爱敬虔。敬虔就是爱表达出来。咱看见圣经中间，以色列人咧敬拜上帝有几种方式。第一就是举手。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安尼记载讲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敬拜是拢举手应声讲阿门阿门。伫诗篇中间嘛安尼写，讲恁着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所以举手对因来讲，讲双手举起来，这是对上帝一种学了，还是讲祈祷。第二种是鼓掌，万民恁来鼓掌欢呼，爱关声唱歌学了上帝。咱用手鼓掌，用心学了，是何等快乐的学了。第三就是站立，这可能咱就较习惯，因为咱咧唱圣诗的时阵，拢会请大家站起来。有人讲为什么唱圣诗爱站起来？其实毋是，主要毋是迄个姿势，只是讲是表示咱的敬虔、咱的尊敬。比如讲有一个贵宾来，咱拢会起立，表示咱的敬意。站立也代表敬虔，提醒咱用敬虔的态度来学了。咱咧看旧约的敬拜，真特别。比如讲上帝交代摩西，伫会幕内底有做侪物件，什么刀啊，什么祭坛等等这些物件，但是你会看见着上帝无教摩西讲爱做一条椅啊，因为迄个时阵的敬拜是无这个但是咱今仔日敬拜有一寡改变因为咱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所以大家爱注心听上帝话，所以互大家坐咧，领牧师徛咧尔。但是上界主要就是讲，咱来敬虔，毋通因为咱坐咧较快活，结果就失去迄个敬虔的心。咱咧吟唱圣诗的时阵会起立，
啊，有时祈祷嘛，请大家起立，毋通是讲啊，我徛咧伤忝，我就无要安尼做。其实伫圣经中间的敬拜嘛，有起立。当然有跪咧，跪拜。咱看见着启示录伫天顶的敬拜，就是跪拍拜伫上帝面前咧敬拜伊。当然，咱今仔日除了祈祷会以外，真少用来跪拜的方式来敬拜。但是牧师要提醒大家，这种敬虔的态度，咱袂当失去。最后一项，就是咱爱用行动来学乐，这是上界重要的，是上界直接。我相信嘛，是上帝上界欢喜的方式。比如讲，咱会用喜乐的心，喜乐的心来学乐上帝。咱若表现出咱的喜乐的心，是互人表明讲，上帝是咱会当信靠的上帝。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拢是平安喜乐，拢是对上帝的尊重甲学乐。另外，参与服侍也是种学乐。咱参与伫社会中间、教会中间的服侍，是表明咱接受上帝的恩典教育，而且咱对即款的恩典有这种回应，这是种学乐的见证。当然，咱也用行动去听另外一个生命。就是表示对上帝上界大的学乐，所以传福音嘛是学乐。咱用传福音的行动对上帝讲，伊是堪得万百是拢明白、拢敬拜上帝。这种表明是对上帝上界大的学乐。所以，咱会当用服侍、用喜乐的心、用传福音、用听的行动来学乐上帝。伫咱的生活中间，用咱的行为来荣光上帝。这是咱会让做上界好的学乐，愿上帝亲自赐福予咱，咱同心来祈祷。求恩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来学习安怎学乐你。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会当用阮整个生命来回应你的恩典，用阮实际行动来学乐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